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一曲喜庆祥和的《迎新春》拉开了金刚有戏金立刚个人越剧音乐会的序幕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施坤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金刚有戏的现场。我是大家的老朋友，主持人温仁康，多多关照，谢谢。浙江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人才辈出。在这片神奇而又美丽的沃土上，文化遗产不胜枚举，而越剧就是其中最灿烂的一章。当个18大以来呢，阿拉把这一种坚持文化自信当做了一种时尚和时髦的行动。没错，实现文化自信。如果说离开了普通人的生活，就会失去了根基，变得苍白无力。就像今朝金刚有戏的主人公金立刚来讲，伊专门这样话，伊话伊啊热爱戏曲事业，特别喜欢越剧，特别喜欢越剧当中的音乐，所以想今朝通过今朝的活动啊，能够让伊在越剧的音乐创作。音乐当中呢，献出一份力量，献出一份努力。是的，那首先呢，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出金刚有戏的主人翁金立刚先生上台致新春祝福。来，有请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。同仁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我是哪个老朋友金刚老师，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2018金刚有戏个人越剧音乐会。我身边的朋友们都知道，我热衷越剧，热衷民族乐器，我深深为民族音乐的多样性而感到自豪，也深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我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发扬越剧，发扬民族乐器，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他们，爱上他们。想办一场个人越剧音乐会的这颗萌芽，在我心里长存已久。今天我终于在胜利剧院实现了这个心愿，也让我的设想成为了现实。在此我感谢本次越剧音乐会的主创们、乐队们、演出嘉宾们以及各位幕后工作者，正是你们的辛勤付出、统筹安排，才得以让今天的越剧音乐会顺利的进行。感谢与金刚传媒合作的各位商家，正是你们对金刚传媒的鼎力支持，才让我有底气、有动力举办这场音乐会。感谢金刚的粉丝对金刚说装修栏目的信任，同样感谢来到现场观看的业主朋友们。金刚老师一定贯彻好承诺是金，口碑是钢的宗旨，真正为需要装修的业主谋福利。前段时间有人问我金刚的发展史，借此机会我跟大家说一说。2013年，我有幸受杭州电视台房产频道主持公益节目《天生我有才》，后来自己成为制片人，创办了一系列的装修节目，装修我来帮、装修我做主、超级砍价师，以及如今在杭州明珠频道的金刚说装修。栏目组本着承诺是金、口碑是钢的宗旨，开展验房节目，调解纠纷。在本次越剧音乐会上，我宣布正式成立金刚艺术基金。我们将深入福利院、敬老院进行慰问演出，全方位的开展公益，真正的将公益进行到底。最后，在新年到来之际，金刚代表全体金刚传媒的家人，祝
各位在新的一年里，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些，再更近一些。如果快乐太难，那我祝大家平安，谢谢。金刚刚装修，看来心理学院要装修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正可谓潮起钱塘澎湃浪，万恶生风金圣旺，烈焰西湖风正好，缘起同梦韵绵长。江南再以淡淡烟，遮着藤桥一团云。金刚游戏古风涌，几位诗作若无眠。亲爱的朋友们，金刚游戏古韵新风，并且呢，以金立刚先生的执着情怀，奉献满庭芳华，精彩纷呈。好，金刚游戏的一个篇章叫《满庭芳华》。那么，金立刚呢，今朝要担任剧务演奏，所以乐队当中的领班。而且第一个上场的演员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，浙江豫剧院国家2级演员叫汪希喜，为大家演唱的粤剧当中最好听的一段《金月良缘》，好不好？掌声响起。
灯那斜报飞舞，催泪打。
下，您何不点个百年之痒？百年之痒，百年之后，你我都变做变作什么呢？丞相，你听，这钟声好像在轻唤我们呢。这钟声在轻唤我们。一边那长安中来万岁中，我边才儿来当中啊，你给当当耳根叮叮咚，孙家这当是当根钟，谁知道你我从来两相逢。四季当中四季四季当中四季浓，丞相当叮，朦胧叮叮咚，谁配丞相梦朦胧丞相心中。我在面天上听河水，里边地上江河黑，就是那千年还在沙坡坡，海水源是甜美呀。海水那一鸟儿好，我要变上树上的鸳鸯鸟。一股青菜落水边，上好不到天下。但愿天下有情深，多变同一鸳鸯鸟。其中一对你我，是一是谁不小呀？但愿百年似今宵，但愿百年生不老。我要把月亮捆绑在天空中。我是明月下山腰，从今儿月半生不老，百年是西湖山水外一曲，一桥
也把刚才写好的四红字红藏于莲花底下。啊，字红红啊！你在我身边已所用，望你今日有灵通。小姐跟前在我的这些好事写上你列大功。
家父诉亲啊朋，死不走，迎新送去埋小人。西施埋文先结草，要一朵春意的莲花不算父曾园中曾善良，心心相依。李梦里，起笔来相差里，彼此里梅花算是苦短针。翻开诗卷，相差里，不知你问长夜多苦用心。即使那十度的小子掐不了今世相逢，才共听。常言道，鸟美羽毛，人美心。想不到你心底是此不关情。烟花女子到情花的墙，堂堂之女，手伸的当当当当当情，能圆那归人人，当当当当飞不出来，当当当往东飞，候了什么梦了腾起，要在雨用他里。这一场是眼睛的望住对的对的，上天两张泪的气呀。真对得起婚姻，却是的老夫
来
还的有一样的古乐当中，进入了俺今朝夜的最重要的环节，那就是金刚拜师。今日讲想请在座各位见证，在哪个见证下，已今朝要把著名乐剧作曲家陈国良老师为师，所以陈国良老师今朝要收徒弟在。是的，陈国良老师呢是我省乃至全国戏曲音乐界著名的作曲家，他曾创作过100余部戏曲舞台剧以及越剧影视剧作品，深受群众们的喜爱，并且呢是获奖无数，被广为传颂。师承也就是师傅带徒弟了，是俺舞台艺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，是另外形式替代不了的。所以今朝啊，我特别要提你祷告，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俺今朝要收徒弟的我的一位好兄长，越剧著名的作曲大师陈国良先生上台。有请陈老师。陈老师好，今天要收徒弟了啊！首先想要问您一下，是什么时候认识金立刚的？在您的眼中，这个准徒弟是什么样的？这个金刚跟我2个人啊，在第一次见面是10年以前的事情。当初呢，我曾经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你，作为一个越剧的爱好者，你喜欢拉胡琴还是喜欢打鼓板？他说我喜欢作曲。当时我听了以后，我静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在我的认识的人中间很多很多，但是喜欢作曲的人没有，只有他这么一个。然后呢，那个事情以后呢，我以为他玩玩就完了，没想到他玩了10年，而且越玩越好，越玩越精彩，越玩越有艺术追求。是，也就是说，陈老师，您要收金立刚为徒，这个考察期延续了是有10年。那对于金立刚来说呢，其实他和您的这个缘分，他一直以来的这个盼望和梦想是10年磨一剑，终于在今天要如愿以偿了。对个对个，所以陈老师呢是幕后工作者，所以今朝观众朋友们对演员都非常熟悉，对作曲家呢非常陌生，因为作曲家呢今朝有蛮多唱段曲子都是俺陈老师写的。陈老师技艺非常高，学堂还蛮高的。所以金立刚今朝拜家个师傅啊，希望陈老师多多保重身体。浙江的越剧界需要你，省得不来。所以金立刚拜一为师考出了10年，所以拜一为师还是桩不容易的事体。所以在金立刚前面呢，陈老师也受到许多得意门生。今朝也请来了4位，俺有请4位得意门生首先上场。来，有请。4大金刚嘛。搿4大金刚是今朝本周个作曲个指挥个主要力量啊。所以呢，4大金刚4个大师兄先进3门为道，但是今朝那要有数，今朝这个胜利球那是配角，主角不是那，是那个师弟金立刚。来，有请金立刚。我们也有请陈老师上座。金立刚，你刚刚前面讲我讲过噻，
你福气真当好。今朝外面啦落雪啊，虽然搿毛雪停落来的温度介低，有介许多热心的观众朋友啊，像是屋里的晚辈一样，都来得关心的，来呵护的。陈老师要受你为度，而且今朝我告诉你，今朝俺文化厅的老副厅长杨月光像大哥哥一样，也来到俺的中间，对不对？你应该也指一个下。感谢杨厅长，还有那个周处长，还有我们电视台的有几个领导也在，还有广大的这个戏迷朋友和我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俺今朝胜利就要好像一份大人过一式一样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俺要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。好，有请我们李小姐将我们的茶、鲜花儿，还有送给陈老师的礼物奉上。好，首先是向陈老师敬茶。向陈老师献花儿。接下来是向陈老师献礼。哎，我稍微你过来，我稍微采访一下啊。这个东西很贵重的礼品，那么我是看得清楚的，观众朋友们看不清楚。你是不是也说明一下这是个什么礼物？这是一个木头雕的人参啊，那么寓意的话就是富贵这个人生，如意的人生，是不是降血糖的啊？好，非常好，来，那么。好，这是陈老师送给金立刚的礼物吗？对，这是我花了8年的时间搞了一个这么中国粤剧大考，送给这个金立刚。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食粮。对啊，师傅徒弟2个人好好站好，拍一个照片，掌声响起。好，下面的环节呢非常重要。接下来，俺请上俺陈国良先生的好朋友，俺金立刚的好老师、好长辈，俺文化厅艺术区的老区长周冠军老师为他们赠词，掌声欢迎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杨厅长。这个我非常感动，让我带了这样一个证人。这个我先要介绍一下我的朋友陈国良，他是国家一级作曲，也可以讲是中国粤剧界作品最多、创作思路最活跃的作曲家之一。大家知道，陈国良。嵊州人，曾经担任过嵊州粤剧团的团长，后来到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学习作曲，他的老师就是何占豪老师。大家都知道何占豪老师小提琴协奏曲的作曲。然后过了几年以后，陈国良调入浙江音响出版社。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音乐作品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。洋洋大观的粤剧的这个百科全书，叫《中国粤剧大典》。我们陈国良先生他是主编之一，又是责任编辑，功劳真的是大大的。陈国良先生的作品大家都了解，我想举2个例子。陈国良先生对中国粤剧，特别是粤剧的传统了解的特别多，研究的特别深。
大家都看过浙江越剧团的《九金姑娘》，这里面用了好多越剧的传统音乐、传统曲牌，大家都知道林欧调，还有更多的安姑调等等，都是我们陈国良的潜心的创作，以及对越剧传统的开掘。陈国良不仅对我们越剧的传统非常了解，陈国良的创作非常前卫，非常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思想。大家都知道小百花的二泉音乐，小百花的步步惊心，还有你们仔细去听一听小百花的《牡丹亭》里面的那几段唱，真是非常动听，非常优美，也非常前卫。所以陈国良先生是一个传统基础扎实、创新思维非常活跃的一个作曲家。今天我们这个金刚真的是你有福气啊，拜我们国良先生为师傅。我们希望这个能够真正做到最近文化部发的文件，讲传承中国戏曲优秀艺术，提倡什么呢？提倡一个工程，就是师傅带徒弟，叫做传递艺术，收徒传艺。我觉得今天就是收徒传艺。我们希望这个金刚好好的学，这位国良师傅好好的教。我们最后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今天的收徒成功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周老师谢做的见周老证师啊，周老师你留步。你既然为大家当着我们在座各位亲朋好友的面为他们证词了，那么你来见证，来我们上前磕头拜师。好，好，掌声。地动山摇般的磕头。好，来我们合影留念，来站好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陈老师，谢谢金立刚，谢谢钟老师，也谢谢4位，请入席，谢谢。好，刚刚大哥见证了金立刚金刚把陈国良为师一个拜师仪式，衷心希望金立刚啊能够把陈国良手高头个拳头啊多头到手，实实在在为俺浙江的越剧事业做出些个努力，做出些个贡献，还拜托在座各位亲朋好友、越剧迷朋友们，对金立刚正今后的3月当中多多关照，拜托，拜托。谢谢大家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大家将要欣赏到的呢，就是师徒合作篇，是由金立刚全场司鼓指挥，陈国良老师作曲的越剧经典唱腔。那首先呢，大家要欣赏到的是由金立刚作曲配器的作品《白蛇传》，为妻并非民间女，由越剧新秀张雨萌演唱，请欣赏。为妻并非
啊。
为什么警察浑身看难长？为什么指鹿为马反称颂？为什么不去杀小女红章？为官不管讲真话，百姓如此喊冤枉。为官不骂是非平时何曾把这样？难道这一阵阵声与那金旗当道？无论朝纲何法颠倒，这与湖光只怕是平野他地谣言神贵妃乾坤涛，他请江山一朝。他去江山
音袅袅，弦歌声声。今晚正可谓是一场粤剧的盛宴，是一场视听的享受。对个，今朝俺家金刚拜师的仪式，其实俺欣赏了一场俺浙江豫剧家新秀老将的演唱会，朋友们好不好？啊，衷心祝愿俺金刚在师傅的带领下，我们在俺豫剧作曲事业高头做出成绩。衷心祝愿俺浙江的豫剧在国内国际舞台高头走得更长，走得更远。也希望在座各位亲朋好友、各位观众朋友对俺浙江豫剧的厚爱和支持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也再次感谢各位光临今晚金刚有约的晚会现场，朋友们再见。再见！来，有请我们演员上场。好，有请我们陈国良老师和金刚上场。